这是云林北港的武德宫，伫个初九迄天的下晡发生着庙会烧歹事件，两边的顶头因为放炮啊，无小心引发着神桥的布帘烧起来，双方是互相呛声起烧拍，甚至阁有人趁这个混乱偷开警方的巡逻车，冲入去现场，互这个警察是真无面子。云林的警方日前抓到偷开警车的这个姓何的男子，而且伫个11号的深夜。 甲涉案的22个人全部逮捕到案。北港武德宫头前的庙会广场有2排顶头伫遐烧拍，现场阁有真侪人拢有摕目罩。 有人驶进口车弄人，甚至有人偷驶警方的巡逻车冲入去现场，而且阁驶到伫维持秩序的警察头前，直接开门落车，态度真嚣摆，嘛互警方真无面子。 代志发生伫9号下晡，来自中华顶头因为放炮啊，无细日甲家己顶头神桥布帘啊烧着，造成双方互相呛声开始相拍。云林警方嘛，甲趁机会偷驶警察车姓何的查甫人抓着，昨暗时甲涉案的22个人全部抓到案。 因为烧拍事件多，伫大甲马绕境经过云林的期间，警力有较无够。不过警方伫3天内，甲人全部拢抓倒转来。虽适逢大甲马祖绕境期间在多数警力投入安全维护勤务外我们专案小组能不眠不休将所有参与聚众斗殴之事者全数拘捕到案庙会顶头烧拍，搁趁机会偷驶警察车入去现场。警方嘛讲，同位只加纳事拢会遵照现行犯抓倒转来，绝对袂放因准度煞。我是吴一璇，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